住07年嘅豬年，07年嘅豬年。呢一年咧，你自己嗰、個姻緣啊、事業方面嚟計啦，有冇一啲短暫地曾經有比較好嘅情況，即係有好嘅進展啦，或者做生意啦，或者係在乎嗰邊有啲短暫嘅好處得益啊嗰啲情況。換咗有嗰啲部門嗰啲變動條即係轉咗部門，係嗰個係咪升職？唔係升職？負責嘅有冇重要咗？有重要咗嘅，我自己即係你負責嘅重要咗，即係獲得重用啦，係咪？跟住08年2月到09年啦，呢個鼠年啦。鼠年喺錢方面啊，喺錢財方面有冇一啲比較大嘅開支損失或者賺少咗嘅情況？有啊。09年1月到10年2月啦，呢、個牛年咧，牛年自己間屋或者公司有冇裝修啊、變靚咗啊，或者譬如轉工轉咗個好嘅公司之類？冇間屋都冇裝修冇改變。冇09年就冇。即係成座大廈計喎，即係嗰間屋啊！如果大廈嘅話就大廈都計，公司都係。成棟大廈都計。係。都冇。總之住嘅身處嘅環境09年冇靚咗冇維修嘅情況。冇。嚇外牆計唔計㗎？梗係建築物啊嘛，計個建築物。外牆有。外牆有。跟住就10年，10年嘅2月到11年嘅2月咯。10年2月到11年2月。喺呢一年咧，自己有冇一啲錢財方面幫人嘅情況？10年。或者係一啲朋友、兄弟朋友令你損失，或者你有錢財幫人嘅情況？冇，即係冇借錢俾人，冇同人夾份合作，導致損失。點樣為之損失咧？唔見錢咯。依個年份喎。10年到11年，反而係之前有。即係09。應該係08。08嗰個 mark 咗，08嗰個損失計咗啦嘛。跟住就都計咗啦，08。10冇嘅。10年到11年就冇一啲錢財用喺其他人身上嘅情況就冇嘅。冇。冇借錢俾人啦，就冇同人夾份合作導致損失。有那個10到11年我怎麼有啊？去年你沒有投給那個小青啊？那不是那一年的吧？08年的。計咗啦。那是在之前的那個損失裡面已經算上。08年計咗。對。我08年損失都不止那點啦。慢慢嚟。10年冇錢方面嘅賺少咗，收入少咗。即係10到11年。有啊。有收入少咗。係有收入少咗，但係唔係因為同人合作啊。OK，有收入少咗。呢個係明顯嘅事。係。跟住就11年到12年呢個兔年。兔年
兔年咧，舊年咧，自己有冇係走去進修啊，學一啲嘢啊，最終係效果唔幾好。冇試要考嘅，冇試要考，冇走去學嘢嘅。舊年自己有冇啲醫療嘅情況？冇整親冇成嘅。1011都冇借錢俾人，冇幫人。冇幫助人嘅情況，11年都冇嘅。冇。但係11年有同人夾份。嗰個係咪損失？點為之咧？11年我呢個茶莊先開嘅，同人夾份開嘅。1年，咁到而家就12年，咁11年未回翻本㗎嘛？幾月？11年6月。6月。就咁呢半年收支平衡嘅。未。即係蝕緊嘅。係。即係用緊錢嘅。係。收支不平衡啦。係。得。收支不平衡，就夾份嘅。咁呢個2年咧喺11年嘅執行啦，6月啦。咁有冇人之前已經講嘅？之前係有開始提呢樣嘢，幾時提呢樣嘢？幾時提呢樣嘢？提呢樣嘢都係我11年提喎。1年之內，過咗農曆年未咧？11年嘅呢度2月啊？2月3號。你6月搞啊嘛，頭先你講。咁提咗幾耐都冇。呢樣好似10年就已經提，係10年提。即係10年就提，有朋友提議有檔生意出嚟，咁就11年執行啫。咁呢檔生意咧就喺呢半年之內咧就收支不平衡啦，做時間啦。係啦，係11年啫。即係咁解咯，位就咁樣。